第23式，手腕喺腋下向內向外轉動，吸到盡提肛，手腕向後轉，呼到盡漲肚。腋下係經絡通行嘅重點位置，呢個動作係可以放鬆肩膊同胸口嘅筋絡，疏通腋下氣血嘅。配合提肛就可以收斂元氣，上下氣機互通，亦都有助舒緩情緒，令練功嘅時候身心就更加放鬆同埋平穩嘅。而家手腕就向前轉動，首先我哋吸到盡提肛，呼到盡就漲肚嘅。咁好處又係有咩好處呢？亦都係咁我哋配合提肛就可以令到我哋嘅上下氣機互通啊！一升一降係亦都調和周身嘅氣息㗎。手腕喺腋下內外轉，各做20下。